苦，一月日落落长，趁你无几箍，也着饲阮翁，也着落厝做，若拄着辛苦米片，真真无法度。头家免叫，免遐求，我求。可如看卖。甲伊功夫，工课我顶钱，甲我先淡薄。你若是好囝，毋免安尼咸涩涩。我踮在世间，互相斗帮忙。你若是对我慷慨，也才会较好。我好，钱较要紧啦，命才阮家己敢会好过的咯。免样啦，这个财产一半拢嘛是我的。哎，捆绑捆你莫咧要面梦哦。敢无影咧？你放荡来嘛是我趁的，这个产品趁钱嘛是我头工减料的。外销海关甲你挡咧，嘛是你派我去共西奶呢。这是你家己要爱红说的。嘿，啊你互徛去，嘛是我出面的。总讲一句啦，10多年来你的动产不动产啊，拢嘛是我趁的。讲来好听。当期的饭票无找你，无想要找啥体？世间哦是看你尔啦，啊若无你看你过互我，换我做头家无？看咧我咧定定甲你招招甲害死，像你安尼咸涩涩吼，加甲口味。啊我这款安尼忠实的食头路人，讲着钱你也咧摕，薪水加淡薄啊，你是陪陪啊尔啦，总互我嘛无够偌济。头家若要做哦，较忍耐咧啦。啊无你薪水是要加偌济？上无嘛3个月。所以你想我跋跋倒3个月？啊你无小探听咧，啊报纸无小看者，石油起大价咧，工人要请是无底找咧。这个时代你毋知，啊你是安怎敢做头家？啊袂输迄个古井仔水鸡哦。好啊啦，你搁一寸进尺，闲话话毋免讲遐尼多。面工你若要加减做，爱钱才来摕，钱若互你借去，有去拢嘛无害。